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攻佔全球43億嘅移動用戶？喺呢度我哋教大家點樣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位。我哋提供無限空間、無限流量，全智能手機版購物網站建立系統，免費購物車、國際支付平台，全球化嘅免費視頻推廣平台。大部分嘅朋友都活在移動嘅互聯網世界，佢哋透過智能手機上網搜尋、購物、去圖書館、睇新聞、聽音樂、睇電影、網上銀行。全球有43億嘅手機移動用戶，我哋提供30啲免費試用，讓你嘅產品走進移動嘅世界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利潤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 ，Amazon 銷售83000蚊美金嘅產品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如果你攬唔到全球首頁排名，你就係 loser。喺呢度我哋教大家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名。喺呢個關鍵詞裏邊，全球首頁排名，我哋全部攞晒。去到視頻，我哋都係一樣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個產品就真真正正做到銷售無憂、全球化。我哋提供全智能嘅手機版見習系統，全智能嘅 QR Code 系統，讓你個客戶無需輸入文字就可以找到你。你可以選顏色、選圖形、加 logo。我哋提供全球化嘅免費視頻平台，幫大家做全球化嘅免費視頻推廣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廣告播出之前，絕不加插佢廣告去干擾，讓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同個廣告。我哋喺嚟緊嘅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如果大家對以上情況想進一步了解諮詢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我哋係 Full Market， 全港唯一一家做全球首頁排名嘅公司。多謝大家。